投資未來，鞏固信心。北都建設係香港繁榮發展嘅必由之路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，當中首次動用外匯基金支持北部都會區建設嘅安排，備受各界矚目。呢項極具戰略眼光嘅部署，係特區政府主動謀劃香港長遠發展嘅務實舉措。首先，今次動用外匯基金完全合法合規，係喺保障金融安全嘅大前提下作出嘅最優配置。根據外匯基金條例，喺維護香港貨幣同金融穩定嘅前提之下，支持香港長遠發展，本來就係其法定嘅職能。今次撥付嘅1500億港元，全部嚟自2025年外匯基金超過3300億港元嘅投資收益，真正做到咗取之於市場，用之於社會。而且呢筆撥款僅佔外匯基金總資產約3.6%，遠低於國際警戒線，完全唔觸及基金本金，對聯繫匯率制度毫無影響。更關鍵嘅係，呢筆投資喺經濟復甦嘅關鍵節點起到四兩撥千斤嘅作用，既釋放咗特區政府推進北都建設嘅堅定決心，更將撬動數倍私人資本入局，係用小錢換取香港大未來，為金融安全築牢更穩固嘅發展根基。某啲亂港媒體炒作嘅掏空論，既唔識基本金融常識，更無視經濟發展先係金融穩定核心支撐嘅基本道理。其次，北都建設係香港主動融入大灣區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、同深圳拼船出海嘅關鍵抓手，絕非坊間所講嘅讓利俾深圳。毗鄰深圳係香港與生俱來嘅地緣優勢，而北都正正係將呢個優勢轉化為經濟動能嘅關鍵接口。透過南金融、北創科嘅產業佈局，香港唔單止可以破解長期困擾社會嘅土地房屋難題，仲可以直接對接深圳成熟嘅科創產業鏈。試諗下，當華為、騰訊等內地科創龍頭企業嘅研發實力同香港嘅基礎科研優勢，國際金融資本喺北都實現無縫對接，將會釋放出幾何級數嘅增長動能，推動香港產業升級，為香港青年創造大量嘅高薪職位。深港合作係1+1大於2嘅強強聯合，北都建成之日，更係香港藉住大灣區發展實現能級飛躍之時。最終嘅受益者，由始至終都係香港市民。